5分钟练习系列第16首，我们可以在谱上看到它瑞咪发嗦，也就是2、3、4、5是4拍，同时弹下去，而这个哆一指，其实它跟2、3、4、5是同时下去，只是它是跳音，所以它就会变成这样。全部下去以后，一指就离开，因为它是跳音很短的，就像这样，这种感觉。再来，同样是同时下去，但是这次是2指离开，3指离开。